我们今天呢找了一些跟你合拍的朋友来。蛮 surprise， 跟我有关系的。第一个朋友他算是才华横溢，综艺节目演员，谁啊？我说你蛮失礼的。这会算合拍吧？合拍，超合拍，因为我完全忽略掉他是综艺这部分，是因为他现在是影帝。哦，你很会凹哎。第二位，这一位有么好猜是不是？一点惊喜都没有的感觉。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场合？我们是联谊吗？对，是，你以前都不能联谊。二选一这样，现在要找一些合拍的朋友。我觉得有点热。我们听到的关键字就是高跟帅，我们这位就是关键字就只有高跟帅。那不是范少勋就蔡凡熙啊，还有谁？哎呦，哇塞！来，直接把他请出来。你好。你谁啊？请问你是谁啊？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中。南中，你好。南中最近也是演了很多的戏，然后这次也有演《阳光普照》，对。然后他今天单纯就是来参加节目，跟这些人合拍呢，我们就要来玩一个 Just Dance 的游戏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进暖身。阿达 solo， 大贺 solo， 哇，波上很强哎，甩，嘿 ，any pose， 耶！好，继续。你先上车了。那时候你还在这，我试着和怎么看我的，当你唱是我的错，是你好走，眼看着你难过，好多的话却没有说。好，继续。你先上车了。